我今日嘅心情又比較沉重翻少少嘅，因為始終都知道以前嘅歷史同而家呢個幸福嘅時代其實係有上一輩嘅打拼翻嚟。作為一個年輕人，咁我覺得有責任需要參加多啲呢種嘅活動，因為佢哋冇經歷過，即係所以有陣時佢哋會對呢樣嘢比較陌生。咁但係如果通過多啲呢啲種嘅活動，去俾佢哋參加，認識翻以前嘅時候，其實對佢哋增加一個歸屬感咯。